繼續來關心這連鎖的醫美集團愛妮麗爆出甲人偷窺的事件，檢方甲這創辦人蕭如山，也個社長的特助，細聲搶上3個人軀體到案，依照妨害秘密等罪嫌向法院申請羈押。那愛妮麗集團在今仔日也發出聲明，講會當全部退錢。目前已經有1000多個消費者加入自救會，這被害人數繼續在增加。會當退費的消息一日出來，愛妮麗北中南各地攏已經有消費者入來辦理退費。在愛妮麗發生有健康裡面事件了後，引起民眾的緊張，唔敢過來消費。大家都是花錢來，希望讓自己更好的，那你突然報這種事情，誰來做下去？希望他們可以退費順利一點，不要用那些奇奇怪怪的手法，一直在哭。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入賬，怎麼退費。愛妮麗好親像偷窺事件發生了後，引起民眾的緊張。愛妮麗集團切發聲明，向所有消費者、會員也個社會大眾誠懇會釋的。同時嘛，公布全面退費，先預約登記，由專業人員提供協助及說明。不過聲明強調，退費敢限還未使用的課程。愛妮麗真相案轉台擴大調查，高雄衛生局人員上門稽查2間店，發現一間有醫度監視器的分野，另外一間治療室有發現滴龍影的監視器。台北市的消保官已經受理將近50件申訴案。依據醫療法第72條規定，落實保障患者隱私，若有違反者，處新台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款。我們將在5月11日至13日，每天下午2點至5點，於市政大樓1樓開設專案法律諮詢服務，現場安排律師進行1對1諮詢。目前已經知影有1000多個消費者加入自救會，再去冤枉被害人佇律師的陪伴出面，無法度接受互人偷窺。我覺得監視器放在診間我可以接受，就是有醫師那個諮詢的診間，然後如果你真的在諮詢過程中需要多一次的話，就是拿臉子。大家都可以接受，但治療是這種，就是沒有辦法。那我們還是要進一步確認，就是這些被害人或消費者的提告意願。那現在填表單的人已經高達300人了。那我們當然後續會做一些更細緻的處理。若是安怎求償，律師講，消費者愛佇2年內提告；若是影像外流，求償金會大幅提高。被害人原來當透過提起消費者團體訴訟求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